文化起源於中國以北嘅蒙古高原。蒙古人嘅祖先喺古匈奴同鮮卑族嘅夾縫中，經過多個世紀嘅演變，逐漸壯大成為蒙古族。由於生活喺環境嚴苛嘅蒙古草原，蒙古族只可以畜牧為生，發展出一種強悍嘅民風同體格。成吉思汗於1206年統一蒙古之後，除咗舉行首領大會、制定法律之外，佢仲規定每年嘅7、8月喺草原水草豐美之時舉行聚會。喺會上進行蒙語名為博克嘅蒙古式摔跤。射箭或者係賽馬。後來蒙古帝國將摔跤、射箭、賽馬列為每位蒙古男兒必須操習嘅基本訓練，名為男兒三藝。喺內蒙嘅疆土內，伴隨住3位尋武者李嘉、嚴少強、萬兆基，去到內蒙同蒙古國接壤之地烏珠木心旗，體會作為蒙古男兒嘅基本訓練。我細個喺個暴力中成長，我阿爺一飲大2杯咧就喐手喐腳打人。當我接觸咗功夫之後啦，功夫俾到我一個保護能力，保護到自己，保護到屋企人。本人練咗中國跤幾年㗎啦，今次有機會去到蒙古感受下博克嘅摔跤，同埋中國跤同博克嘅摔跤嘅分別，從中感受到大草原嘅文化。我唔覺自己玩開心武術喎。我練巴西柔術，通常對親啲對手都係一啲200幾磅重過我嘅對手。同埋當中嘅訓練係非常之辛苦。點解我咁辛苦咧？就係為咗可以挑戰自己。一日強過一日。咁我今次去蒙古嘅目的，最主要就係想肯定自己嘅實力，挑戰自己。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每一個練武者都追求變強。好似我哋喺大城市喺香港，為咗追求強呢個地步，我哋會去做好多嘅訓練，做 gym 舉鐵。揾唔同門派嘅對手去切磋交流。喺城市嚟講，我哋的確係算係強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蒙古，我哋又算唔算強咧？根據歷史記載，蒙古博克起源於13世紀。係蒙古人民長期生產生活裏面創造出嚟嘅一種傳統武術競技同埋娛樂並重嘅項目。佢起源於部落王府裏面摔跤手之間嘅比賽。隨住蒙古文化發展，博克成為蒙古節日那達慕不可缺少嘅一種傳統競技項目。蒙古博克嘅特點係喺比賽開始之前，先有蒙古長調歌曲奏出，跟住博克手就會跳住獅子舞進場。博克服裝規定有膠服、膠褲、膠靴以及膠帶。比賽規則係不分年紀、不分級別，
並不限時間，以身體膝頭以上着地為負，一較定輸贏。搏克比賽嘅16強勝出者，均會獲贈牲口，以示鼓勵及尊敬。由於蒙古人天生好客，那達慕嘅主人邀請3位嚟自香港嘅尋武者參加搏克比賽。照你的名字就進去就行了。好，我們在這一起來。報名，我李家。報名後，主辦者會抽籤安排每次8位嘅搏克手出場，1對1比賽，勝方會進入下一圈複賽。如是者由早到晚，直到搏克冠軍產生為止。我哋一揦起個把捉到之後咧，我又想錯佢過嚟，佢又想等我，然之後當我重心一失咧，佢又想掃我。但係我發現咧，如果我想欺騙佢嗰個重心轉換咧，我發覺佢哋係揦得好實啊！即係我向右拉，諗住佢應該向左拉翻轉頭，我係拱佢噶嘛。點知我發覺佢咧下盤咧係鉗到實一實，佢重心基本上係攞到實一實嘅，跟住咪一嘢咯。香港警楊秀強。有啥都到上面就专门开赛事这个。咁啊，頭先我哋對手法咧，佢哋都好定啊，同埋佢一攞咗一戳咧，佢成個冧低，即係嗰種交法咧硬正，嗰個韌性強。香港警王兆之。好實，同埋好定咯。佢嗰啲手指嗰啲壓力咧，同埋佢個步真係好穩，好穩。我掃咗佢幾次，我都掃佢唔喐，係唔喐啊，係喐都唔喐。係嘛？個裝好穩。我想用飛身鉸剪腳，先交錢嘅。咁我掃就掃佢唔低喎，我咪鉗佢落地。但係一鉗咗你係會落地先，咁你就輸咯。係啦，呢個係一個問題，最大問題呢樣嘢。同埋佢唔可以抱佢摔，就係咯，又撐規則啊，又撐。你強項抱對摔，而家冇得用。我試下掃佢嘅，掃要冇反應。我諗要熬咗先，熬晒。係應該要熬下佢先。問題嗰件一搶第一把手咧，喺呢度封制住佢咯，一定要。係。嗱，輸咗啦，搶！哎呀，真係無從入手啊！而家經過一晚嘅思量，究竟3位尋武者能否想出對付蒙古搏克嘅方法呢？一天光，3位決定前往搏克館，再次挑戰蒙古搏克手。
古蟋蟀膠又名博克，喺古代蒙古帝國裏面有非常重要嘅意義。除咗代表男子力量之外，好多時候部落同部落之間嘅財產分配，甚至係紛爭，都會以男子之間嘅博克勝負作解決。所以，就算喺今日嘅蒙古社會，博克手都會受到族人嘅特別重視。好似喺蒙古包入邊，出色嘅博克手係會坐喺中間嘅位置，表示尊敬。出身於東烏旗杜特卓爾鎮嘅哈達，係著名嘅博克好手，強中之強，有6年不倒嘅驚人紀錄。今日佢致力將博克技巧傳授俾下一代，究竟點先至可以培養出呢種男子之技呢？蒙古博克要學呢，最初就係要多啲睇，跟住呢就要有專門嘅老師教你，咁先至學到博克㗎。一定唔係短時間可以學得好㗎。3位尋武者於是拜師哈達，學習蒙古博克嘅基本技巧。頭先踏落去嗰陣咧，因為我捉住，可能嗰個離心力比較大，咁我連腿都掹埋落嚟。咁掹落嚟嗰陣時，一塊嘢咁樣砸咗落個頭度咯，下巴都未咩地，都 OK 嘅，係啦，幾好玩，真係，蒙古摔跤嘅第一步就係要將對手捉住，先咁樣捉住，然後就要將對方喐動起嚟。當對方已經開始喐動嘅時候，就要將對方摔倒。而家咁樣就係用手將對方摔倒嘅方法。佢哋兩個而家就示範俾你睇。你要向上捉，唔啱。你捉嘅時候，另一隻手要去到後面去捉，隨便去捉，然後棘佢隻腳，摔啦，啱啦。要將佢喐動起嚟，然後用腿將佢棘到。頭先老師講就話將執咗個靶之後，搖喺對方，一搖咗佢落靶，落翻佢，橫別就咁樣別咯，橫別，直勾，橫為別，直為勾。蒙古博克嘅特點係男子之間嘅正面對決，純力量嘅比較。一旦博克開始，對決雙方就會正面相持，而少有閃避，更絕不容許抱腿摔嘅動作。要擊低對方，就要用腳擊低，或者將對方整個抬上背，摔落地。打嘅時候咧，好重要就係捉呢個靶位啊嘛，呢個就呢個靶位。但係如果俾人捉住咗嘅話，即係等於自己嗰個行動俾人控制住。咁我話點樣防守？咁啊，哈達師傅就話咧，如果俾人捉住咧，就盡量撕開佢，即係用自己嘅手將對方隻手一推，咁佢隻手咪甩咯。一甩咗之後，你再重新揾你嘅靶位咯。咁即係大家互相搶呢個就位。邊個搶到就等於搶到個先機，跟住就控制對方嚟喐。嗱，譬如我而家捉住咗佢啦，佢要點樣防咧？係啦，佢一搣就甩啦。捉住。這就是把那個手，係啊，就讓你解開那個手的那個結。其實佢呢個好大威力嘅，因為如果你捉得越緊咧，佢一撕有時啲手咧會爆嘅。你睇下呢個手指尾，係嘛？你先抓好。好。哎。
你要先捉好，隻手往裡面推，係呢一度。下压。啱啦。哎，是哦。頭先師傅咧就話，因為我之前咧喺呢度推，呢度推咧，你睇下推極都推唔甩嘅。但係如果我將嗰個手咧去翻佢嘅內橋嗰度，唔好推呢個二頭肌老鼠位，推呢一度嘅話咧，你睇下好輕易就甩啦。下手咁樣甩，跟住上手點咧？上手用個膊頭一甩咗，跟住呢一隻咧一褪嘅時候咧，一褪嘅時候我順便就入埋呢個捉翻佢，一個兩個捉住，一二。頭先黑達老師示範嗰個咧，其實係就係話我哋由捉嗰個三袖呢個把位，跟住咧一掹上手呢個把，再捉呢一度，然之後就將對方咧不斷向下拖，然之後我就旋轉，將佢拖低。佢呢個其實捉到呢個位咧，係咪覺得好似俾人食住咗啦已經？係啊，一入咗夾呢度就食住咗，然之後拖住。係啊，佢又拖唔到去埋去後面，我又喐唔到，就要跟住向前走，就係跟住俾人帶咯，係嘛？然之後喺帶嘅過程入面棘你。蒙古男子要學射箭，因為係男兒三藝嘅其中一藝，以前係用嚟打仗同打獵嘅，係生存嘅必要之技。點解發生咩事啊？彈咗佢啊！差點！哎呀，唔中啊！睇佢哋拉箭嗰下，其實好似好容易咁樣樣，但係其實咧拉箭同埋夾住支箭嗰下係好難嘅，即係你睇佢好似好輕鬆咁樣就可以拉到好盡，但係我拉嘅時候咧，我隻手已經喺度震，我打到呢度啊！震緊啦已經，我打到啊！稍微往前靠一點。哦，拉那是不會打，我就打到這兒了。嗯，就是你伸直了就，就好打。平咧就係呢個功夫咧，好似摔跤咁，你一定要有指爪力。如果你冇咧，你連箭你都掹唔開，好似我頭先咁咧，鬆手自己彈自己咧，就等於我哋一拉把一鬆就唔得啦。呢個把手一攞就等於我哋頭先個弓咁啦。頭先個動作一模一樣。OK，就係呢把我哋叫做絲把。咁我哋練基本功嘅時候，我哋乜嘢都冇噶嘛，咁我哋就練弓箭嚟練咯。哦，爭少少。咧同膊頭同闊咯，跟住瞄準咯，中！哇！真係中啊！我都話中係唔敢噶嘛。不過咧，但係射唔甩咁下，啲力未夠。哇！今晚有全羊宴食啦！請啊！蒙古嘅生活樣樣都同體格鍛鍊息息相關，無論射箭、摔跤都依靠力量。而蒙古人以肉食為主，亦係力量來源嘅一大要訣。而武術則建基於力量嘅鍛鍊。今次我哋嚟學呢個蒙古嘅摔跤，學完之後即係更加感受到
如果我哋要發揮到一啲搏擊武術入面嘅一啲技術咧，你一定要有一個好大嘅力量嚟到支持你，即係個 power 好先可緊要以。整咗出嚟。係啦，技先運用到術出嚟一定要建基於力量咯。其實你去專注做一樣嘢，喺過程入面你會遇到，即係好似摔跤跌低起翻身，跌低再起翻身。你去專注做呢樣嘢，你越係專心做咧，你越係得到人哋尊重。若然你自己都對自己所做嘅嘢，工作又好、摔跤又好、武術又好，都冇一個信心或者係信念嘅話咧，點樣換嚟人哋嘅尊重咧？唔係永遠都係會贏噶嘛，有陣時做人嘅嘢就係可能輸咗，但係你要識得起翻身，呢樣嘢係好重要咯，呢樣嘢。喺失敗當中，我哋都可以學習。其實咩事都係一定要係咁樣咯。騎馬係蒙古男兒三藝最危險嘅一藝，因為蒙古馬野性難馴。3位尋武者將勇赴馬場，並相約一班蒙古博克手作一次正面較量。經過1星期嘅搏克訓練，李家、嚴少強、萬兆基決定相約一班蒙古搏克手作一次正式比試，同佢哋玩下，睇下自己有咩地方有啲唔足夠啊，可以之後再改善。男兒膽氣啊，本色啊，一定要攞晒出嚟用，係嘛？谷盡㗎啦！絕招啊！絕招冇啊，都係見步行步。但係我真係好想試下用下我鉸剪腳，睇下剪唔剪到佢，一齊跌都好啊，係咪先？今次嚟嘅蒙古搏克手都比較年輕，身形亦唔算高大。1、2、3，去！頭先俾佢摔低咗，俾佢拖住嘅時候咧，咁我係咁向咗前中，跟住佢突然間一轉咗個方向，跟住我又好似圓形咁樣射落地下。我試下用柔鬥，但係俾佢捉到，依然都係捉實咗，跟住借咗個勢棘低咗，再組織下戰略。問題佢哋嗰個膠感啊強啊，一鬥咗硬把，再同我鬥軟把，喺個變化嗰度差啲咯。啊，硬同軟把佢都執得好，掌握得好好啊！因為上盤嘅力佢哋好猛啊，下盤亦都好穩。咁我就趁住佢捉實我嘅時候，攻佢下盤咯，用鉸剪腳。呢招其實係大家一齊跌咯，係啦，再諗戰略。
話身形、身高啊各樣嘢，其實佢哋蒙古人同我哋個高度啊各樣嘢都差唔多嘅。但係你硬就係咧，你做到嗰一下動作，點解會整唔跌佢？呢樣嘢我一路都喺度諗緊嘅。你話做唔到個技術咩？又唔係啊，做到啊，但係就係叫佢唔低喎。喺短時間內，單單嘅搏克訓練似乎幫助唔到3位尋武者有致勝嘅把握。究竟以漢人嘅體格，點去面對蒙古搏克手呢？為咗解決呢個疑問，3位尋武者於是去到北京請教中國式摔跤師傅，希望得到指引。老师，那我想问问您，因为我们对那个蒙古的交手，他们的底桩下盘为什么这么硬？我们贴上去扫它，就跟扫到一个石柱子一样。他这就是天生的，蒙古族草原习惯了骑马，这俩腿天天跟马干，就这样。哎，都这劲儿。咱就要破坏他这个，怎么破坏呢？破坏就得利用速度啊，带动他起来，活动，往前不盈利，我往后盈利啊。是吧？對。哎，就利用前後。即係中國式摔跤可能會有左右裝之分嘅，但係蒙古式唔係一嚟啦，嚼嘣捉住咗，咁穩陣點算咧？諗辦法喐佢咯。譬如嗱，佢一移動嘅時候咧，我一拉佢，佢一定係向後坐。我咁樣拉佢向後坐，佢向後一坐嘅時候咧，我就一掃，呢度去，再推佢，即係等佢個重心出現前後嘅傾斜。前後嘅移動嚟到咁樣去欺騙佢，但係講就易，我哋未必真係做到，要試一試、練一練先得。北京受訓之後，3位尋武者覺得仍然要喺力量上加以鍛鍊，所以決定翻去已經冰天雪地嘅蒙古，進入蒙古包，了解蒙古男子嘅力量來源。好型啊！自信心好強啊！一騎啊嘛，另外一個人嚟。成個好似有種衝勁啊，去喐個感覺俾我睇到好似一座大山咁樣。覺得佢騎馬為咗應付呢度嘅環境而一定要做呢樣嘢。唔喐嘅，但係佢向後喐喎。一定喺馬嗰度練個裝架，因為如果佢個架位虛咗咧，夾唔到個馬咧，你到時控制唔到個馬，同埋隻手都亦都係一樣。所以佢個架咧一擺咧，全部都係咁樣。呢個就基本功啦，簡直係完全係基本功。經過北京受訓，並且親身體會蒙古人嘅生活，嚴少強嘅搏克技巧明顯進步，可與蒙古嘅對手不分勝負。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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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辛苦你啊！啊，哦，哎，你好啊。
凍啊！但係呢個係暖嘅喎，呢個燒緊。啊，謝謝。謝謝。哦，暖晒。嚟到蒙古，你見到男人就出去做嘢工作啊，咁係辛苦嘅。辛苦完一輪之後，佢哋翻到屋企咧，佢哋蒙古嘅女人就係處理蒙古包屋企入面嘅嘢。啊，男人一入蒙古包好凍咁樣，個女人已經準備好一碗嗰啲奶茶俾佢，然之後佢好似大爺咁樣嗌緊腳咁瞓低，坐喺蒙古包度飲佢嘅奶茶啊，休息下咁樣。咁其實你見到佢哋嗰個家庭個感覺係俾你一個好温暖嘅感覺，一入到去係好温暖。如果作為男人嘅話，好別緻我覺得佢哋蒙古嘅男人力量嗰種來源咧，係來源於就係佢哋嘅蒙古包。蒙古包入面有佢心愛嘅人，咁蒙古包出面咧有佢哋賴以為生嘅羊群，佢要保護呢一切，佢要去照顧佢哋。咁佢哋日常生活最大嘅敵人其實就係天敵，因為佢哋大草原，佢哋要面對嘅係冬天好嚴寒嘅可能大風雪啊嗰樣嘢，自必然佢喺一個咁惡劣嘅環境底下生活，就會形成咗佢哋蒙古男人嗰種責任感啦。你有咁嘅壓力底下，你一定要迫使你去同大自然去搏鬥。蒙古博克嘅要訣在於力量、膽識。下一節3位尋寶者將進一步挑戰自己嘅力量，加強自己嘅膽識。喺蒙古草原上最耐勞嘅動物係駱駝，佢哋喺嚴冬裏面仍然可以作長時間嘅跑動，係草原上耐力嘅標記。俾我喺蒙古睇到駱駝，令到我感覺到佢哋咧同蒙古人嗰個鬥志啊、堅持，因為佢熱又唔怕，凍又唔驚，好種適應環境嘅能力好強。如果我哋練武可以將呢個精神化咗落去咧，就可以排除萬難啦，甚至乎環境因素都可以征服得到。可能我都幾期待呢類型咁嘅生活嘅。即係你未試過，係咯，未試過，同埋你會覺得啊，呢啲咁嘅生活雖然係啊喺大自然當中你要好艱苦咁樣生存，但係變相嚟講都係一種鍛鍊嚟嘅，我覺得。係啊。對於每一個蒙古嘅男兒，能夠擁有馴服一頭野駱駝嘅力量，就能夠得到族人嘅崇敬。透過佢哋套駱駝，即係馴服一隻駱駝咧。當我一捉落嗰個駱駝個頭，撳落佢條頸度咧，
俾我 feel 到其實動物咧，佢都好有我哋中國武術講嗰種勁力啊！我哋練武嘅人成日話，唉，我要練乜勁乜勁，呢啲勁力其實根本就係我哋與生俱來嘅。有啲動物都有啊，根本就你見佢嘅勁力係好大，可以將成個人挫起。咁之前我哋學搏克同佢哋啲搏克手打咧，練嘅時候，我哋發覺佢哋嘅勁力點解可以咁大？其實就係透過同呢種動物嘅接觸，練成咗一種好原始嘅嗰種力量出嚟。練咩都好啦，一定係有一個辛苦嘅過程。無論係打波又好、游水又好、做咩運動方面嘅嘢，喺呢個咁大嘅草原裏邊生活，係需要好大嘅、好強嘅意志、好強嘅生命力先可以做到咯。武術俾我最大嘅快感就係嗰種刺激啊！同對手打嘅時候，不斷咁應變自己啊！你唔知下一秒會發生咩事，呢樣嘢係我覺得最刺激嘅嘢。我對自己要求好嚴格，因為你要對功夫啊要有承擔啊，你一定要吃得苦咯。因為你去到人哋嘅地方，佢哋成班有晒經驗啊，你好難同佢平排啊！你一定要勤力過佢。武術對我嚟講已經係一種生活，佢除咗技法之外，包含咗一啲生活嘅哲學。唔會有最好嘅武術，但係一定會有最適合自己嘅一啲技法。我會用最舒服嘅狀態去同佢哋交流同埋研究咯。喺內蒙嘅西烏旗，每年嘅冬季都有一場大型嘅搏克比賽，參加嘅包括唔同旗族嘅搏克精英。3位尋武者膽粗粗，勇往赴戰，希望了解一下自己能否應付最大嘅挑戰。感覺真係好強嘅啫，照打㗎啦都要。冇啊，我冇諗人啊，諗住啲駱駝咋。我諗住隻羊啫喎。咋？你隻羊都有埋食喎。你睇下嗰個。啊！呢啲真係，我諗佢哋好多係職業。係職業㗎啦，全職業。西烏旗有搏克之鄉嘅美譽，歷年出過嘅搏克名將多如繁星，所以前嚟參加嘅搏克手都搏晒命，恨不得喺最短嘅時間之內摔倒對手取勝，應戰下一個回合，最終能夠坐上西烏旗搏克之王嘅寶座。依家可以係有得周旋到，我哋學咗純呢個駱駝之後，個交拳強咗，起碼唔會話咁容易落低咗。最緊要冷靜啲，唔好驚，輸唔緊要，最緊要有改善，同埋要堅持自己對功夫嗰個熱誠，唔好放棄。
感覺上頭先搶把嗰度咧，搶蝕咗一把。咁我試過之前學嗰啲斷把嗰啲動作咧，斷唔到喎。你唔知佢想捉你邊度。係好大力嘅，我感覺到佢嘅手嗰個力係好強，同埋你睇到身形，佢嘅身形真係由上而下睇住我嚟打咯，可以一埋嚟，我步一窒一窒，跟住佢嗰隻腳就炒埋嚟啦，成個打落地啦，好型嗰下。即係我哋以前練武術就會刻意去追求變強啦，好刻意去做好多嘅訓練啦，做 gym 嘅做 gym，舉鐵嘅舉鐵，跟住打沙包，跟住揾人對打啊各樣嘢。但係嚟到大草原，跟住俾佢哋輕而易舉咁樣摔低，有一種其實對我自己都係一個幾大嘅打擊嚟嘅。嚟到蒙古，我先真正感受到乜嘢叫做男兒嘅氣概。佢哋不論喺撲克場上又好，喺大草原嘅生活又好，喺馬背上亦都好，佢哋嗰種堅持、嗰種毅力，係我見到真係所謂嘅 man 咯。男兒氣概唔係裝出嚟嘅。唔係話好似嗰啲 model 咁啊，有肌肉啊，有成嘅，係佢點樣將你個心理質素改變。蒙古人佢嘅環境改變咗佢嘅心理質素，佢一定要變強。對屋企嘅承擔啊，對家庭嘅承擔啊，完全體現到呢個男兒氣概咯。但係呢種草原嘅男兒氣概，可唔可以喺我哋人生裏邊去實踐呢？我諗我哋要更加努力。